細胞會攝取同儲存大量 DHA。
求房協減租30%同埋免租2個月。20幾個街市同商場嘅租戶，朝早遊行去月明村嘅房協辦事處提交請願信，代表話月明村人口老化，加上近期經濟差，來貨價高，令佢哋嘅生意越嚟越難做。有信就話當年構想申請係嘅減租率但係房協提成要求房協減租30%同埋免租2個月。喺台灣，被爸爸掟落滾水嚴重燙傷嘅 BB 女，朝早不治。個10個月大嘅 BB 女有80%幾嘅皮膚燙傷，尋日情況一度穩定。去到朝早又轉為危急，醫生3次急救，但係 BB 女最後器官衰竭不治。BB 女嘅爸爸星期六懷疑飲咗酒，同屋企人鬧交之後，將個女掟落滾水度，令佢嚴重燙傷。唔少民眾同情 BB 女嘅遭遇，自發去醫院為佢祈禱。到青島參加解放軍海軍成立60週年活動嘅高雄海軍部隊，朝早進行咗一場散板比賽。比賽全程2公里1幾度，中國海軍就一馬當先。參賽嘅國家包括澳洲、巴西、俄羅斯、印度同中國。每艘舢板上面有13個選手，每邊6個人，再加埋船後面嘅領航員。最後中國海軍9球快落地，順利贏獎。你揾準個聲音唔好講香港話聲音。今日最高我哋數3億國產大嘅另外有啲社會居民就希望延長低